由新世界發展位於油麻地廣東道530號嘅遵義單棟式住宅項目，提供63伙，戶型涵蓋1房至2房。遵義位於正中大旺嘅佐敦地段，鄰近多個地鐵站、多鐵匯聚，步行約5分鐘即可到達，包括佐敦站、柯士甸站，並可以連接九龍站及高鐵西九龍站，前往港九新界、內地、機場等等都十分方便。彌敦道兩旁都有多條巴士路線，交通短暫多元化。購物方面，廣東道及彌敦道附近亦都有唔少嘅民生商店，而且鄰近多個大商場同埋百貨公司，配套便利又完善。遵義周邊充滿文藝民生氛圍，附近就係戲曲中心同埋西九文化區，閒時可以同親朋好友嚟到呢一度行下 M+ 博物館、故宮文化博物館等等，亦都可以去到西九文化區嘅河濱長廊跑步、草地野餐等等。遵義屬於31校網，名校林立，就嚟子女升學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一齊參觀示範單位。以18樓 B 室為藍本，有裝修冇改動嘅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80尺，屬於2房等住間隔。整體以大地色配間攬綠色為主調，打造舒適嘅生活空間。大門旁邊有一個小玄關，擺放咗層架，可以作簡單儲物。大門嘅右邊係廚房同埋浴室，設有多功能鏡櫃同埋洗手盆櫃，以作收納日用用品。以企缸設計，有窗屬於明廁，旁邊係廚房，緊隨設計。L 型嘅工作台面，有窗，有嚟排走油煙。會有櫥櫃及基本家電，包括雪櫃、蒸焗爐、煮食爐等等。另外一邊就係廳區同埋寢室。客飯廳呈長方形，飯廳位於一角，擺放咗小圓台，並且於直角、長角分別係鏡面牆同埋掛上藝術畫。廳區其中一面嘅牆身設計成藝廊牆，特色掛畫牆及擺放咗多功能書櫃。客廳擺放咗2人梳化、茶几同埋電視櫃，配特色藝術地氈，充滿藝術氛圍。廳區外延3合1大露台，貼心咁設置咗隱藏式晾衣架，設有一個嵌入式嘅收納櫃，內設有洗衣機，以及可以收納洗衣用品。2間睡房位於廳區，眼井房設計，冇走廊位，令到單位更加實用。呢間房打造成書房，放置咗特色書架同埋書台，配色柔和，營造舒適又寧靜嘅閱讀空間。主人房間隔方正，雙人床靠窗擺放，床底有儲物嘅位置，鏡面衣櫃、棉床頭櫃，提供足夠嘅收納空間。複尺型大玻璃窗，提升房內採光，以及響窗外景觀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